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想同你哋介紹我哋嘅創新設計 Fairy Drawers。呢個設計嘅目的就係希望解決長者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嘅問題，就係成日都彎腰去攞嘢。根據我哋嘅觀察，好多長者因為腰部不適，好難從高處或者低處攞衫，呢樣不慎造成咗不便，仲可以導致肌肉或者骨骼損傷，甚至增加跌倒或者骨折嘅風險。為咗改善呢個情況，我哋設計咗 Fairy Drawers，讓長者可以輕鬆安全咁取出衣物同埋日常用品，避免過度伸展或者彎腰。我哋嘅設計嘅特色包括採用一大一小嘅輪子，大輪就可以好似普通渡輪咁樣旋轉，細輪就可以用嚟存放衣物同埋用品。尺寸呢個方面，成個系統嘅直徑最少可以達到1.5公尺，每個箱子嘅邊長最大係0.7公尺，整體可以容納約0.35立方公尺嘅衣物。足足可以滿足2位長者嘅需求，設計形狀可以節省空間，並且可以依照長者嘅需求定製。我哋就係需要旋轉嘅按鈕，輪子就可以轉動，讓物品自動移到去取用嘅位置，減少長者嘅動作和力氣。中心設有迷你螢幕，可以顯示室外嘅溫度，並根據天氣嘅建議去穿着。例如冬天嘅話，就要着一啲外套或者保暖嘅衫。仲有一啲表情符號，可以等長者更容易去理解。抽屜嘅材質可以根據需求而選擇，例如吸熱嘅材質可以放冬天嘅衫，散熱嘅材質可以放夏天嘅衫。如果有雙層材質嘅話，就可以存放光敏藥品。仲有個鬧鐘可以提醒佢哋食藥，因為老咗佢哋可能好容易唔記得嘢，所以有個鬧鐘就可以提醒佢哋食藥，解決咗呢個問題。總括而言啦，Fairy Drawer 呢個嘅成品不單止可以減少長者彎腰、伸手或者踎低嘅動作，降低受傷嘅風險，仲可以令佢哋輕鬆同埋安全咁樣取用日常嘅必需品。殘疾人士都可以從中去取益。我哋希望呢個設計可以真正咁樣改善長者嘅生活品質。多謝大家。